国际消息，咱要先来关心的是，美国总统拜登伫个昨也就是11月20做81岁的生日，伊也照这个传统伫个白宫来赦免感恩节的花家。也毋过，其实外界上关注的是伊的健康。那准讲这个拜登连任，所以等到伊落任的时阵，等于讲已经86岁啊。民调有77%是认为讲这个拜登已经上老，无适合搁出来选总统。伫北京南草皮举办花家赦免活动，美国总统拜登依照传统，伫20赦免感恩节花家。这天也拄好是伊81岁生日，拜登先提家己的年纪来捐算笑。This is the 76th anniversary of this event, and I want you to know I wasn't there in the first one. I was too young to make it up. 这项传统会当追到1947年，全国花家联合会送花家予迄当时担任总统的杜鲁门。拜登迄当年才5岁，今年互赦免的2只花家来自明尼苏达州，叫做自由结晶。拜登趣味的讲，因行1000多英里才到北京，比参加天后泰勒斯的演唱会也较难，煞个发生话讲唔对。You could say even this harder than getting a ticket to the Renaissance tour or Britney's tour. She's down in it's kind of warm in Brazil right now. 这已经唔是拜登头一摆话讲唔对，伊有当时会伫记者会上，互一个唔知安怎讲的回答，而且也搁捌行路无稳滑倒，甚至伫空军以后的楼梯失去平衡，拢互人对拜登的高龄产生质疑。路透社9月中旬的民调显示，77%的受访者，包括65%的民主党人，认为拜登上老，无法度担任总统。反过来看，77岁川普，只有56%的受访者认为伊的年纪上大。Our perspective is that it's not about age; it's about the president's experience. That's what we believe. And it's, as they say, the proof is in the pudding. 美国广播公司 ABC 甲华盛顿邮报的联合民调显示，74%民众认为拜登的年纪上大，无适合连任总统；不过认为川普上老的人只有50%。另外一项美国雅虎的民调显示，54%的人认为拜登无过有履行总统职责的能力，比2020年的71%高。那拜登2024年1月成功连任，下任的时阵，伊已经86岁高龄，会超过前总统雷根的77岁，写下新的纪录。公司新闻单位林编译。